川普的关税政策出现重大变动，这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今早起9点，亲身召开记者会，强调咱的优惠待遇是无改变。咱来看上新的进度。判决它的主要是针对美国政府援引 IEEPA， 也就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，向全球各国课征对等关税，逾越其法定权限而失效。所以，首先我要指明的是，这个判决无涉于232条款，因此我国和美国洽签的台美投资合作 MOU 里面已经取得的232条款下相关关税的优惠待遇、最惠国待遇不会改变。那这个包括已经制定税率的汽车零组件、木材家具、航空零组件等相关的优惠待遇不会改变，尤其是未来可能即将公布的半导体及衍生品等产业，也已经预先取得了最惠国待遇。